大家下晡平安，大家好。感谢主，搁再一届伫遮甲兄弟姊妹做阵来分享上帝的话。你分享之前，咱有缘压头来祈祷。亲爱的主耶稣，阮感谢你，因为你的话是阮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主啊，愿你的话来教示阮，会当明白什么是阮的世上同好的选择。互阮会当照着你的引带，选择伫天顶同好永远的福气。主啊，愿你带阮下面的时间，兄弟姊妹有一个谦卑的心，拍开阮的耳孔，会当听到主你对阮来讲话，听到主，领受到主你对阮的疼，对阮的爱。主啊，阮甲下面的时间交托，相信主你会引带阮，阮也甲下面所有要分享所有的求主你引带，互你做无路用的仆人，会当照你的旨意来分享。互每一个人会当明白主你所要事为的当中，主阮感谢你，把这时间拢交往，安尼阮安尼祈祷，奉主耶稣名，阿门。我相信咱最近知影咱这个加拿大其实要来选举吼，拢要选举所以要选啥个牧师无要讲政治，牧师要讲咱人生当中咱的人生当中一定。定定咧选啦吼，毋是选这，就是选迄，拢咧选选即个选举也好，还是选工课也好，还是选要去倒生活也好，总是每一日咱来面对真侪的选择。所以这时阵咱定定咧想讲，主啊，安怎选较好？我嘛捌定定对着人，牧师我要选男朋友，要选女朋友，要安怎较好？我讲吼。你有介意就好啦，伊讲安尼哪对？应该爱看上帝安怎想。我讲对啦，上帝欢喜你所欢喜的，你上帝的旨意内底上帝是咱听咱的爸，一定足欢喜的你若听到伊的心意，愿意照伊的心意行，伊逐项嘛欢喜。因为咱做事大人的，拢是知影讲，咱的囡仔会当平安快乐、欢欢喜喜伊要所选的，若毋是毋对拢要甲祝福才对。这就是我的想法。我相信主耶稣一开始嘛是讲要叫咱得到生命得到更较丰盛。咱嘛要知影讲，上帝嘛因为讲，咱若捌你就是甲伊带做伙的意思。咱若甲伊带做伙，伊要使咱平安，要互咱有福气。这拢是圣经上帝互咱真好的应允甲这个旨意。不过你行这条人生的道路，总是也是定定去想讲，主啊，我要安怎选较好？我捌一个人，伊少年的时阵去美国读书，去美国读书了毕业原来会当留伫美国，总是伊有一个想法讲，哎呀，我虽然你这个美国读书会当留伫美国，不过伊想着伊家己的国家即摆的状况，伊就是讲，伊要转去为这个国家伊细汉大汉这个家乡，这个国家讲我为伊出力要来爱咱这个伊家己细汉大汉的这个国家，所以伊就是转去迄个所在要来拍拼。当然，转去伊对外国留学转去大家也尊敬伊。所以无论是这个职位也好还是工课也好其实拢是足好的，拢足好的。你差不多1-20年，有一日伊就感觉讲伊也是决定要选转去美国。有人来问讲你若要转去美国？伊就讲我也是感觉美国较好啦。总是人的选择，每一项会较好，无论你的工课无论你的生活这拢是真正常人的这个选择。不过你今仔日来读圣经的时阵，你就会发觉讲其实咱咧选择物件的时阵这个撒旦嘛会定定用真侪款的物件互你感觉足好的，不过终尾确实无好，所以咱有定定可能。感觉好，结果对咱无好。亲像我牧师因为前一阵旧年忽然间去检查身体，血糖较悬，血糖较悬。我爱食甜爱食甜。对我来讲爱食甜，这血糖较悬，也是爱食这个米粉类的胖你就袂使食咧哇！你敢讲我就爱食甜，食甜足欢喜足好的。不过袂使食呢，即摆生活感觉
咱这就是爱来控制，因为咱知影咱的身体健康更加重要，对不对？所以确实讲，咱今仔日看讲，你细菌也共款吼。咱的细菌今仔日来撒旦用真济方式常常甲咱骗，所以咱不知不觉可能就为着咱家己个人的需要感觉这足好诶，但是可惜吼，无一定对咱真正好。所以这嘛是咱为什么即马世界遮济即个诈骗的集团吼，甲你讲着投资啊，你投资趁愈济钱啊，趁愈济钱好无？好啊。因为等于我就愈通挖苦啊，我后边的我若捞啥物拢足好嘛，所以真济啊，听着这袂歹，就去投资，拄仔开始伊拢互你一点仔甜头，对无？一届搁两届、三届，哎呦，尾也发觉讲，钱骗了呢，结果无介好。伊讲我咧想讲，这个投资就好啊，伊头先嘛袂歹啊，为啥呢？因为咱常常会去不知不觉，咱感觉袂歹。结果去互骗去，当然我都要讲，比如讲我足爱食鱼，食鱼袂歹啊，但是你食鱼有可能你就对你的身体无好的时阵，来因此产生健康的问题，这就是咱爱互相去分享去了解的代志。今仔日的圣经甲咱讲吼，世上吼，所有关于这个肉体这个需要啦，拢会过去。所以求主互咱有智慧，互咱智慧，会当讲去了解讲吼，主啊，什么环境，无论是顺境、安逆境，咱有这个智慧吼，会当选择讲主啊，若有你内底吼，我会当满足，我会当有智慧来控制我家己，唔好去互这个撒旦来骗去，因为这个物件会一日就过去啊，真紧就过去啊。其实你圣经内底吼。慢慢讲到一个基甸，这个人，这个4世纪的内底，你若去看这个时阵吼，这个人当初上帝选伊要来拯救以色列人，要来拯救以色列人。当然，上帝嘛照伊的旨意确实，互伊来帮助伊吼，用300个勇士吼来拍败这个敌人对敌，来拯救以色列人。所以迄当阵尾后，你讲。伊即个基甸你在新的时阵吼，即个所住过的即个国中吼，40年的平安就对。这真好对无？这真好。即个人吼，你若去读圣经的，伊嘛会看到，你即个第8章嘛看到讲，你当初人讲，你遮尔老，无你来甲阮做王来管理阮。伊讲唔好，互上帝管理就我唔好做王。安尼听真好对无？这是无毋对，咱常常嘛是有即个心。不过你若看伊的生活时，会感觉讲，伊虽然无要做，但是伊的生活当中吼，慢慢甲伊培养敢若是做王共款。你讲我哪会知？你去看伊的圣经内底吼，伊甲人王拍败时阵，甲王的一寡即个象征之物吼，就摕去，伊去做即个伊或伊一粒衫，祭司的衫，伊其实有迄个做王的即个概念，虽然伊处于无你讲。而且你若看圣经继续读下去，你就看伊吼，迄当阵当然伊会当带足侪某，迄个环境是安尼温顺啦，吼。结果特别啦，记载一个人，就是对于咱人咧讲的细意的所在吼，生出一个囡仔，这个囡仔号做这个阿比米勒这个囡仔，这个囡仔咱等下会继续讲。照你讲啦，吼。基甸已经伫上帝眼光内底足好嘛，足好啊！伊也照上帝意思拯救以色列人啊，生也看起嘛足丰富的嘛，无伊带遮侪某，生遮侪囡仔，应该讲拢是足好的。为什么要记载这？今日咱点面要甲兄弟姊妹分享，分享啥？挪亚的代志，各位记得无？本来拢足好的嘛，对无？但是一个出来时阵，出这个大船了后，伊就专心什么？研究啥？研究葡萄树来做葡萄酒啊！做认真的啊！我相信嘛已经做了袂歹啊。结果呢，啉，怎啊啉到醉？醉了就产生醉去就算啦。结果你就看，伊伫迄个厝内底，伊的棚仔内底，结果无穿衫嘛互伊尸体看到，来影响着伊的尸体，结果产生啥物？互伊的尸体，结果无得到祝福。
颠倒去拄着无祝福的代志，因为尾啊，你就知影伊的事实做，伊即个老家家己的事实讲啊，恁做安尼袂得做。但是咱引起即个代志，就是咱常常有当时感觉袂歹的代志，真安稳的代志，真好势环境的时阵，咱不得不觉吼，就失去即个敬虔的心，啊，就哪行去咱家己要伫的所在，结果无去注意上帝甲咱引出讲，咱安怎选，咱会当更较好。哦，因为这是真可能的代志，真可能的代志，所以尾啊，伊即个囡仔，咱等下就来讲，伊这个囡仔尾啊要做。哦，这发生什么代志咱就讲。不过咱先转来讲，主耶稣嘛是，主耶稣吼，迄当阵对即个出来要传道进前，受洗礼了，互圣神牵去到即个旷野遐，伊嘛爱面对试验嘛。所以咱共款，咱咧细前咱知影，即个撒旦会用各方面来甲咱试验。敢若今仔日读的共款啦，咱有即个肉身的即个需要，有目睭的需要。照你讲，咱讲的是讲咱今生的骄傲。咱一般咱有这三种的这个试探，这嘛是上帝所引准的。伊要互咱会当明白，拄着这是无介好，但是一般的人看了好，就是因为你知影好，但是因为这个好，咱失去更较好的时阵，伊使用这来甲你引诱嘛。所以如果你若感觉这袂好、无好，你哪有去选？一定让你感觉这足好的，但是，互你得到毋是介好的，失去上好的，一般拢是安尼。所以咱不知不觉，咱会去对着即个环境当中。所以求主帮助咱有即个智慧吼，咱知影咱来选好，咱来过好，咱拢理解，但是爱求主有咱智慧，毋好去选着迄个看起来好，但是终尾无好的代志。这就是今仔日牧师要甲大家分享，咱伫选择时求主互咱智慧。耶稣迄当阵去到旷野，即个撒旦嘛是甲伊引出，讲你已经禁食40天咯，对吧？你上帝囝呢？即马巴肚枵，你会当甲石头变做饼来食，安尼敢毋好？咱就知袂？安尼敢毋好？我巴肚枵呢，巴肚枵就正常啊，甲石头变饼来食。安尼敢毋好？上帝敢无要我饼食咧？无可能嘛吼！所以咱去甲即个石头变饼来食，安尼敢毋对？到底毋对你倒？咱想真正上对毋对？毋对你倒，你知无？毋对你讲吼，你是上帝的囝对，但是你即马袂使做上帝无甲你讲的代志，因为你是要往你的权能去变迄个石头变神了。你即马是正做人的身份伫遮面对，你袂使往你是上帝迄个囝、迄个神的方、迄个位置吼，去甲即个石头变饼，这就是控制的问题。知影咱的即个控制节制嘛吼，节制是圣神的规矩嘛，所以撒旦咬你遮就是伫遮。伊甲讲，你著巴肚枵啊，这是正常的代志啊。你咧禁食40天，你著巴肚枵食物件，哪有啥毋对？咱看拢对，毋对所在你著，伊会甲你讲吼，你着上帝找起来去，你有迄个几啊，你甲石头变饼。但是主要说歹势，你讲的对的一项代志，讲人活着是无毋对，咱有需要饼。毋过，咱更较需要上帝为有看吼。意思讲，上帝即阵甲你讲，你是做人的身份，你即摆时阵，你毋是即时阵，敢若是上帝你的神的当中，你会使做新了的代志，袂得做，袂得做。耶稣会使甲风影化停就停啊嘛，对无？伊会使做嘛？即时阵巴肚枵，人的正常啊。你禁食40天就正常啦，甲石头变饼就正常啦。为什么耶稣讲袂使做？因为讲我即马上帝无即个话叫我做即个代志，我袂得做。无你读即句话时阵讲，你就讲安尼上帝人就巴肚枵，即个人正常的即个身体的需要，你哪会有饼食？安尼哪对？其实咱常常嘛，互世间真侪话来欺骗，比如讲。
即个人讲吼，钱毋是万能啊，无钱吼，万万不能，安尼对毋对？哦，对吼。若讲对人，你就叫骗去啊！这毋是咱台湾人讲。我请问你，请恁每一个人吸一口气看觅啊！哦，有拢吸嘛？你有付钱无？你有付钱无？无嘛？人活着毋是靠钱，人活着是靠上帝所供应予咱的物件。上帝用伊的话来创造万物，所以世间甲咱骗入来，讲一部分敢若对，我一部分毋对，啊，毋对就甲你砍去啊！所以这就是可怕的所在。所以我对来讲，世间这诈骗集团哦，诈骗大家讲这袂歹，啊你袂歹，你去砍伊安尼，伊歹无甲你讲。你去看去当初亚当甲夏娃嘛是安尼去骗伊啊。上帝就讲这袂得食的啊，讲妹啊啦，哎呀哪有可能啊？你食了目睭就变金咯。哦，这偌好咧哈！啊，若像咱即马吼，这咱目睭无介金咧，食就变金偌好咧，对吧？哦，所以人迄个撒旦甲讲，我你食了吼，哦，你会变巧，哦，你甲上帝共款赞哦，哦，这赞，哦，你甲食看觅，伊本来无爱呢，尾啊愈看就讲，这个袂歹啊，这个袂歹啊，袂歹就来食看觅啊，啊，食就完蛋啊，迄人就知影完蛋啊，去啊。所以其实咱的生活常常拄到这个代志。所以这个时阵，耶稣了解讲，哦，你要学我即讲，是啊，我是上帝的这个神化身做人出世，你来当无毋对。不过即马这个时阵，你毋是有法度去典型你上帝这个荣耀啊、宽容，毋是。这时阵你是人的时阵，你去面对试探，爱用人的身份来面对试探，所以你袂使去甲石头变饼食。伊会得做，但是袂得做。所以这就是咱的这个应该，咱伊是讲啊，这应该会得做，但是袂上帝讲，即马时阵你袂得做。刚刚我对伊讲，我嘛即马会使继续食这个啊甜啊、糖啊、面包啊、胖啊，拢嘛会使食。嘛你嘛是甲食嘛无要紧啊，但是对你无好啊，啊你要继续食。啊所以咱若无去注意，咱可能就去互撒旦就骗去，就去互骗去啊。啊，所以吼，佫有一句话你捌听袂啊？伊讲吼，靠山吼，山倒对吧？靠人，人嘛会倒吼。啊，伊后尾迄句讲啥物？靠家己同好啊！即句话，伊讲靠山山倒吼，靠人嘛是无好，但是靠家己同好。结果即句话甲你讲靠人，毋是，咱是靠上帝同好，阿妹嘛。啊，所以咱常常你世间真侪话语吼，你讲的忽然间敢若对，到尾就变毋对去，啊，就甲你吵出去。敢若伊头讲，啊，你上帝囡仔对毋对？对啊，你是上帝囡仔，你是神成做人啊。啊，你即摆巴肚枵嘛吼，啊，你甲变啥？变饼来食。哦，啊，这拄啊好呢。他说歹势，你讲毋对。人活着是要食饼无毋对，但是我搁爱活开是上帝即摆甲我讲啥物搁较重，所以伊迄是一个选择。这是一个选择，所以求主帮助咱吼，咱会当选伫主内底的满足。咱真侪时阵，求主互咱智慧，咱嘛知迄个贪，其实真侪时阵，因为咱的需要就是有当时也是就是贪嘛。所以就人因为真侪对心肝来的贪，互咱变做善食。我讲的善食，毋是外表的善食，是咱心内底的善食，迄个无安全感，迄个敢若无满足、亏欠共款。所以你知影真侪人哦，伊感觉这是有需要嘛。咱莫讲咱，你看囡仔你拍电动的就好。咱即摆你若有人拢用电脑就好，你有感觉你电脑像我嘛共款啊？电脑本来速度就是安尼，咱尾啊速度还愈来愈紧的。啊，若愈来愈慢的时阵，咱就感觉哦，啊，你哪会遮慢安尼，啊，就挡袂牢安尼。就挡袂了，咱都真做咧。我这本来若安尼，啊，要进步到即个时阵，你叫伊去转去看觅啊，你去转去看觅啊。哦，即摆若变慢的时阵，你感觉足艰苦的。咱惯势啊，愈来愈进步，愈来愈紧，结果咱的人的心愈来愈无平静啊。咱看咱即摆物质遮丰富，哦，照我会所成长的过程，我感觉较早确实真侪物件无即摆丰盛啊。不过较早的人甲即摆人，你甲比较，即摆人进步真侪，即摆人真丰富真侪，但是伊的生活敢有较好？伊的紧张，伊的本身，你看遮真侪少年囡仔，真超烦，真烦恼，看心理医生足侪，甲较早比，较早就无安尼啊，无毋对。
因为愈丰富的时阵，互咱毋知影满足的时阵，咱就一直要选迄个互咱家己满足，迄个无法度互咱满足。上帝创造人的时阵，咱心袂当满足，就是即个主伫咱的内面。你主伫咱的心，咱才有法度完全满足。所以为什么咱信主了，甲主的圣性讲放在咱的心，来保守咱，来看顾咱，咱继续行即条路。啊，有当毋知伊甲咱引出，无咱的心袂满足。所以求主互咱智慧。伊全就讲，伊互咱的，咱看即摆可能无安怎，毋过伊讲互咱的是富足，袂忧愁。世间的人常常去追求伊所要伫的，结果圣经嘛甲你讲，你用万物去代替上帝的话，你的忧愁就加添了。所以求主互咱智慧，会晓选。哦，毋通干那选这物质的这个世界，咱个人的需要，这会过去，这拢会过去，你无法度满足。好，第二项，咱咧选主的内底荣耀，咱咧选主内底荣耀，哦。耶稣嘛同款啦，即个撒旦甲拄则讲吼，即个肉体私欲，哦，伊耶稣拍死过吼，伊袂煞咧，佫继续来，伊来讲，来，我带你来观迄个山顶观，哦，你看所有天下即个荣华富贵，这拢我的。你讲耶稣啊，这敢会敢真诶？若是假的，耶稣讲你假的，莫断，这拢毋是你的，你免甲我客。耶稣无讲哦，耶稣无讲，撒旦，哦，这毋是你的，伊无讲哦。所以表明一项代志，讲撒旦确实有即个物件要甲应用啊，确实有即个物件。伊若是无，耶稣偌知就讲无啊，你就无这要，这哪有可能你的？这无可能。所以迄当阵的时阵，撒旦所讲的话，无可能是假是真的。所以若假，耶稣就讲你讲假嘛，这假你就无可能的代志。所以迄当阵是真的时，就是爱面对。伊确实讲，你若拜我甲咱天的荣耀拢归互你。哇！我相信咱伫世间当中吼，咱嘛是加减拢会啦。我相信有当时咱的囡仔嘛讲啊，我要读较好的大学，这袂歹，但是无一定适合你的囡仔呢，无一定。有人讲我要去大公司足出名。迄嘛袂歹，但是无一定适合啦。但是真侪人往真侪观念讲，我无论安怎，你要甲我的囡仔送去同好学，结果迄个囡仔毋就是毋是安尼嘛？我相信恁拢捌读过，真侪囡仔去学读书，是啊，伊是读同好，毋过伊尾仔讲，啊，你要叫我读，我已经读互你啊，煞了拜拜。我讲奇怪，我就感觉我互你同好的啊，啊，你哪会歹？人真侪运是看到世间，所以名牌才出名吼。真侪名牌，大家开钱去买吼。有钱的食吼，有钱的食啥物食？有钱的食燕窝，捌听过哦？燕窝知吼？有钱的食燕，啊无钱的食木耳就好啊，白木耳啊，拢共款啊。毋过毋是哦，大家嘛讲，我食燕窝较好哦，有啊无？其实科学研究讲吼，迄内底迄吼，差不多啦。差不多啦，啊！大家拢讲咧买，共款嘛吼，对吧？有人讲哇，我一台车足赞的，对啦。咱我相信这毋是讲，但是我意思就是讲，常常咱去看到世间咧吼，咱去追求的时阵吼，可能失去咱家己了解咱本身的身份啦。咱是上帝国属天的，但是咱常常用世间的眼光来看咱家己。啊，用世间的真侪，咱感觉真荣耀的代志，来成做咱的荣耀。当然，你若有即个嘛是袂歹，但是我的意思是讲，咱常常甲即个代志当作是头先的代志，毋是去选讲主啊，你即时阵要我荣耀是啥物款的荣耀？那伫即个主要咱的荣耀，就是咱愈来愈亲像主耶稣，有上帝荣光的荣耀，是你即个人的本身。毋是你外口偌侪钱偌好个，开偌好车住偌好，是你即个人愈来愈亲像耶稣的荣耀，迄是上帝的荣光啊！但是咱常常叫袂客气嘛，你讲啊，我嘛要有耶稣这，哦，敢若有人甲讲，哇，我要阿伯拉罕啊，即个信靠上帝信心，我嘛要有阿伯拉罕才好个，啊，这若有同好啦。但是一般咱看拢是追求世上这荣耀的物件，这就咱目睭的需要。撒旦嘛是安尼甲应用啊，到即我你啊。
但是主耶稣安怎讲？歹势，我毋是要敬拜你，我嘛毋是要敬拜这用你互我看的全权遮尔好，毋是，我要敬拜我的上帝。啊，敬拜咱的上帝有啥物好？有啥物好？你敢知？我对遮讲的就是一个阿比米勒，伊就是因老爸是基甸。这样代志发生，因老爸过身了，因为伊即个因老爸真侪爱看守，真侪囡仔，伊想要做王。伊去甲因母舅，就是因妈妈迄边的人，母舅就是事件迄边的人讲，遮侪人拢甲恁管，无恁安尼，你来赞助我，互我一个甲恁管就好，无你遐侪人甲你管，咱搁家己亲情，你互我，你来杀我做王，我安尼我来管你，咱算讲安尼足好。结果因母舅的即边亲戚讲好啊，这个我无互你嘛，是咱家己人嘛，结果就甲赞助了，伊真正做王安怎做王？甲伊的兄弟拢杀死了呢。有做王无？有啊。人看起来有咬无？咬啊。但是甲伊的兄弟杀死了，结果无偌久事件的人，伊迄个后头就是伊母舅迄边的人，甲伊就无好啊嘛。兄弟姊妹，你若有注意吼，世间的人若干那要追求世间的荣耀吼，敢若我的感觉，其实我有即个感想，我就想着讲，如果Trump伊讲我要让美国搁再伟大，听起来足水的，结果你著看伊所做的，大家就敢若人若敢若想着讲要家己足荣耀、足伟大的吼。这个荣耀出现的时候，一定小加小吞啦。因为伊要家己好，伊要看好，一定是小加小吞啦。你看圣经，你看哇，原来这毋是上帝的心意。上帝要咱的好，毋是用这世上的这种强迫的力量，用这种强的，这毋是。我相信伊要咱的荣耀，毋是这种的，是人甲人中间会当上帝的疼，迄个爱。迄个荣耀是啥？是上帝讲的荣耀，上帝讲的荣耀。所以，这个阿比米勒用伊家己的气来去得到伊的荣耀的时阵，有暂时的荣耀，结果伊的下场是安怎？伊真牛，世界去共战争，去有迄个世界的人嘛，有人讲要安，结果伊拢去甲拍拢赢，尾仔甲一群人召集入这个城的内底嘛，因为一直讲真侪人就要召集入你个城内底。城内底结果有一个富人人呢，你顶悬的摕一个敢若石磨安尼吼，甲石头咧甲弹落咧，加拄好，去弹落伊个头壳，伊知影伊会死哦，知影死时伊搁知影见笑呢，伊讲哇我遮尔敖做王的人，叫这个富人人安尼甲我砍落要死啊！伊讲安尼袂得做，少年的较紧嘞，甲我剁死，无安尼闹血，这无民主。你去看这个四世纪第9章，你就知，这就是咱人常常咧做，咱人要追求是世界荣耀时，咱的主的话甲咱讲世界这目睭的荣华富贵真紧就过去啊！你唔好一直享受这，你享受这对你无好，你会失去你主内底荣耀的部分，你会失去上帝的荣耀，所以。耶稣在讲，我无爱你这，我愿意侍奉上帝。那上帝要咱的荣耀是啥？咱若选上帝的侍奉，选上帝这条路，无一定咱的路径拢是顺势的，无一定。敢若耶稣讲伊有面对真侪艰难，伊有真正面对爱受苦的代志。但是主甲咱讲，这条路若行了，敢若保罗这条路若行了。咱有荣耀的冠冕要互咱，咱有上帝荣耀，敢主耶稣要互咱，这是直较永远的。所以，咱面对这人看的，咱无一定马上得，毋过知影上帝已经互你这个身份，上帝互你这个呼召，上帝互你这个旨意，咱要安来行？你世上的人可能看无你起你哦，你信基督教嘛安尼啊，你趁偌济钱，你头路偌好，你安怎？咱就讲，安怎敢若？甲世间人比起来，咱可能敢若啥物拢无。
不过你莫忘记，上帝予咱的荣耀超过世界，是直到永远。因为你的身份，你是暂时的世上，亲像主耶稣同款啊。暂时你世上，上帝呼召咱行完咱世上的路上时，咱已经完成上帝的旨意，所以咱会当得到上帝的永远的荣耀，是要每一个人。敢若保罗所讲的啊，这条路我行了嘛，这个战争我拍了嘛，该守的道我守了嘛，有荣耀的冠冕为我来预备啊！这是互每一个你主内底要针对耶稣人要选的代志啊。所以这嘛是咱常常面对，有当时无注意。去选择咱目睭所看的荣耀，这是足可惜的代志。所以咱这咱彼此来勉励讲啊，若要选，主啊，我愿意要选你内底，针对你是我最大的幸福，甲我的这个荣耀。第三，选你主的内底瓦口同好。你看这，魔鬼一届搁再一届，面对的就是啥物？咱的骄傲。撒旦搁甲耶稣带去即个耶路撒冷迄个圣殿的顶悬面啊！你甲跳落去，你是上帝囝，有天使拢甲你做好，甲你服侍，无代志，甲跳落去，你要来传福音，你甲跳落去，天使来甲你你一声就出名咯，这赞对啊，这个你就上帝车拣来嘛，你就是要来传福音的嘛，你就是要来拯救人，你啊一声落去天使大家拢看会到。所以有人你就讲，当初主耶稣对死个活起来，互大家拢看到，毋是当足好诶。安尼就结束啊嘛？无咧，是安怎互敢若迄个愿意军队诶人，互伊诶门徒看会到。伊知影人要得到即个物件，真侪时阵是用目睭看，但是上帝鼓励咱是用信心来领受。所以撒旦而家有骗耶稣，耶稣即时就讲啊，神袂安尼甲我试探，你这学袂来，叫我跳落，上帝都要叫我跳落。上帝讲是我你行路的顶悬你发现我你行路顶悬迄落，毋是跳落去咧。所以撒旦定来讲一段对，一段毋对，甲你参做伙。所以咱嘛知影咱的世上内底是安怎有迄个讲迄个假志，有一个法官讲。你想要做假志，掠去法院遐判讲你想要做假志？伊讲报告法官，我袂晓做真的啊，伊就无法度做真的，做假啊。为啥做假？做假有即个假代会当迷惑人嘛，有迄个假代才去做假嘛。若无即个假代，啥物去做？所以为什么你即摆世上嘛真侪代志啊？你有迄个皮包有哦，有迄走富人的皮包啥？伊咱要做假，真的有假代。所以用假的去迷惑人，用假所以而且嘛共款，伊定定用一寡代志甲你迷惑者，你就是安尼。主耶稣讲，上帝袂用即种毋对的话，因为你即讲的毋是上帝的话，你毋好来试探我，毋好来试探我的上帝，毋是安尼。我家己讲落这，我家己想到我较早甲即马你讲道的时阵，我常常拄到一项代志，我就开始出来讲道，我足紧张的。可能你即马袂感觉我较早嘛紧张，拄仔这台台也袂歹，拢安尼啊。因为拄仔出来讲道的时候，拄仔出来做传道做无，迄讲道压力偌大的，徛咧遮因为会紧张嘛会惊吓嘛所以顶悬一定爱足正经的，徛好下骹骹皮皮出来，你无知你毋知我那足正拢毋敢紧张，我即摆会使行来行去，我觉得徛好我足下骹会紧张我特别讲道了我就足紧张，想，我今仔日哇！我感觉讲到一篇，我感觉足赞的上帝话语甲兄弟姊妹分享，我来感觉足欢喜，我哈利路亚！兄弟姊妹敢若拢无反应的，哪会安尼？我讲了足好的，奇怪，拢无人反应的，我哪反应？对了，我讲了足好的，我嘛捌拄着讲，我讲了敢若，主啊，我今仔日甲你的话语表达敢若无完全、无好势、我感觉表达无清楚，我家己感觉。我安尼感觉淡薄仔心肝内底感觉压榨哎呀，那今仔讲了，
敢若家己讲了无介好势吼，啊兄弟姊妹捌听了安怎吼？啊你一直想这咧吼，啊落去心情就无介好，结果吼，上帝足趣味啊！啊有兄弟姊妹讲，牧师啊，你今仔讲的，互我足感动的，我带一个，我带一个。伊讲我讲了好时，无人感觉咧。我讲了无好时阵哦，上帝讲袂要紧啦，这是我的代志，无你的代志。我慢慢才开始讲主啊是，我毋知影你，但是伫我服侍的过程中，我嘛是会定定挖靠家己的开啦，挖靠讲我上帝我就会当其实慢慢发觉讲，其实这对咱来讲是无介好，因为咱太看到家己的重要性。咱爱完成是主交托予咱的，咱尽心去做就好。但是这是一个过程，所以讲到这，我嘛是去想着主啊，求你帮助我。我大概4月份要去大陆传福音。我去了，我每一届去，我拢看到遐个人，主内兄弟姊妹，遐尼艰苦的环境当中，因拢真认真咧读圣经，咧服侍。大家拢还足感动啊！我讲主啊，我嘛爱像安尼，因为咱温哥华一定是环境较好嘛吼，咱只要创啥较法度，因常常因为你知因咧拢算迄个家庭教会嘛吼，常常有叫因的地方的即个治安的公安啊，即警察吼，不管是有咱啊，什么都甲掠来问看卖啊吼，但因聚会袂使超过12个，唱歌若收大声吼，人若检咪去吼，因的所以咱讲的警察就来啊，所以常常拢真惊呀，聚会吼，拢足认真的。做认真的，我有去吼，因的牧者讲，牧师要来，因讲恁即马吼请假3天，我讲，迄小组长拢请假3天，甲我做阵，阮逐个咧查经嘛吼，甲伊分享，拢来呢，我遮顺服呢，我遮顺服，我就讲真正，你每一个环境无共，每一个人的伊个环境无，所以我就想着我家己讲，主啊。有当时咱看环境吼，互咱感觉咱足好的时阵，不一定会去挖靠你，互咱就常常袂记去挖靠上帝。圣经有即个人无？有啊，参孙啊，伊还未出世，上帝就讲，互伊的老爸老母要有即个囡仔呢，要做士师咧，士师嘛，即个天生就大历史嘛，对无？但是伊的生活后袂来咧。学袂来咧，学袂来啊！伊就照伊家己的需要，去爱着一个富人人，对吧？大日啦，大日啦，即个非利士人要来抬即个，要来掠即个参孙，总爱去卖迄王钱啦，去买即个大日，大日啦就甲骗嘛。奇怪咧，骗一届咧，你就知影伊甲你骗啊嘛。佫甲你骗第2届，你佫管你要骗。你讲第1届你甲我掠，我嘛袂安怎啊，我就跑去所有就转去啊。第2届嘛，所有就搁转去啊，我无用的啊。第3届迄个大日啦，就一直来讲，好啦，我就头毛加了嘛吼，加了伊佫无感觉伊的气力无去呢。你圣经你注意看，伊讲上帝离开伊毋知影。为啥上帝离开伊毋知影？真简单嘛，因为我靠家己太惯死啊啦，我靠家己惯死啊啦，所以就是咱常常。我靠家己的骄傲就自然出现啦，因为太惯势啊。因为你生活若拢好好吼，一般的人我了解，咱若拢好好，咱就安尼过生活，你敢会特别去求上帝安怎买啦？咱就安尼就好啊。拢是拄着困难讲咱来倚靠上帝，这是较正常。你若好势，你若真好，你敢袂讲我主我要来特别来有啦，当然有，但是大部分的人较袂去想讲。拢就是讲上帝才赐福互我嘛，赐福我就安尼就真好势。我讲主啊，我就爱说你，爱倚靠你啊。我想即个心是应该无遐尼悬的即个的成分伫内底，拢是拄到困难个时阵，哎哟对啊，紧来倚靠上帝。但是咱若生活足好的时阵，咱拢讲我就所做的拢顺利足好势，我就家己安尼就好啊。我就来祈祷，我无啦什么，所以这就是咱人本性真。愿意受魔鬼忽然间甲你引诱时，咱无了解，咱就行入迄个用靠家己的方式来行即条上帝要行咱的路，带咱行的路。产生就是安尼啊，天生的啊，足敖的啊，拢无问题啊，足有力的啊，
大家掠伊袂调啊。结果伊的秘密了时，伊嘛无感觉上帝离开伊啊。讲尾也感谢主啦，哦，这个产生伫这个希伯来书内底有写，伊嘛是信心的人，写伫希伯来书11章啊。奇怪，伊乌苏难做一生，上帝佫讲伊是信啥，就是尾啊反悔。伊尾啊反悔，伊反悔讲上帝，你挑选我，你呼召我是应该去做这个代志，无毋对。但是我哪会去做安尼？尾啊反悔嘛。所以甲迄个因真侪人，迄个以色列非利士人，因的迄个神殿，因家己咧庙内底，踮遐欢喜啊！你来即个产生踢球，结果伊的头毛发出来，奇怪，头毛发出来，遐人嘛无咧注意，结果伊甲迄个条啊引导，迄人砍来死足侪人，伊是尾啊反悔。所以兄弟姊妹，咱当然定定时阵有挖苦咱家己的问题，但是求主帮助咱。不管是咱来挖苦主，当然咱有问题，咱嘛摸袂记。咱虽然无偌好，上帝敢若听我，咱拢会当随时倒来上帝面头前，倒来主的内面来挖苦伊的听堂，或者是伊听堂咱。所以无管你安怎，咱互相勉励。同好咱会当有即个警醒，定定来挖苦咱的主，行咱上帝呼召的道路。当时咱难免的迄落，但是咱若万一咱就有知影，咱紧倒来就好。亲产生安尼倒来就好。所以，这来是咱大家互相会当勉励，选你主内底挖苦同好，所以今生的这骄傲嘛是会过去。咱今仔日读，咱照上帝意思来行的人，你所有的是会当存留甲永远。所以世上确实有真侪面对咱的试探甲可怜的时阵，主已经应允咱，讲咱的日内底咱有平安，咱若甲伊的互动，亲近伊就亲近咱，咱会当领受对伊来平安甲喜乐，咱会当欢欢喜来行咱人生这条道路，所以这是上帝应允互咱，咱会当有这个智慧来选择，来选择。所以尾就是甲兄弟姊妹大家互相勉励，世间的这个每一样代志拢会过去，但是主会永远伫咧。咱人无可能定下来。所以每一日对即马开始，牧师嘛是甲大家分享，继续你行的时阵，咱大家互相勉励，会当每一日咱会当选伫主的内底，这是真福气、真快乐的代志、真幸福的代志。咱来求主，互咱有即个智慧。咱若无上帝你雅各书第1章也嘛有讲，咱若真正有即个无即个智慧，咱来求。咱的上帝赐咱的智慧，伊是袂甲咱讲你哪会遮戆安尼袂。伊也是不斥责人的神。我们可以那咱无智慧，我们可以求上帝的智慧，因为伊写讲他是不斥责的，伊就袂甲你骂，袂甲你，伊是甲你讲来囡仔我是你的天父，我是爱你的神。所以你有啥物唔知影？我相信咱做许多人，那囡仔唔捌，咱知影，咱袂甲讲你黑白问这简单，我相信是袂。会甲指引，所以咱若专心挖苦咱的上帝，伊会指引咱行这条路，应该条。我相信上帝要互咱一定是同好上水的，同好同有福气的，伫甲永永远远的。所以求主互咱有这个眼光。咱伫世上这短暂的伫世上的时间当中，咱有这个眼光，咱会晓对上帝遐来选择对咱同好的，咱伫主内底满足，咱伫主要咱的荣耀，咱。日日有法度挖苦上帝，来欢欢喜喜，咱心的平安，咱免惊下来行咱人生的这条路。阿妹吗？好，咱做阵阿头来祈祷。即个主耶稣，阮感谢你，总是主你听阮，亲像你的心肝共款。主，阮真正有福气，知影你遐尼听阮，常常用你的话语来引带阮。总是阮也常常去世上来迷惑的时阵，主啊，求你。拍开阮目睭的眼光，拍开阮心的眼光，会当看到你的引带袂去行对迄个歹的所在去。主啊，求你即时阵特别伫阮的当中来引带遐日姊妹若是有软弱的是身体也好，也是心灵也好，总是主，互阮搁再一届，因为有你，阮知影即个拢会过去。你的荣耀，你的旨意，你的保守要坚固阮，直到永永远远。
阮家兄弟姊妹拢交在你的手头，知影搁再刷落自然会了，要做阵开会来分享上帝你交托阮的事工。求主你所互每一个兄弟姊妹伫即个教会当中，照你的意思会当甲你的国，甲每一个平安喜乐，照着阮所领受的分享互更较侪人来荣耀你，来见证你。这是阮的祈祷，奉主耶稣的名，阿门。